你信唔信託付？我好想問呢個問題，你係咪真係信？時間係關鍵嘅。瑪利亞獻咗香膏，再過多時間佢獻唔到。即係使神喺你身上所定嘅計劃，真真正正成為你嘅計劃。時間表都係，你有你嘅時間表，但係你嘅時間表係咪神為你所定嘅時間表咧？我想問一個問題。如果係，你放心，你繼續去啊，繼續去啦。在默想的時光中，伴你走一次，我相信異象就係人生中重要嘅體驗，並且呢個體驗係使你付諸行動。我重複剛才華昌所分享嘅說話，你信唔信託付呢？我再問一句說話，你有冇睇見異象呢？你所睇見嘅有冇影響你付諸行動呢？你的偉大，你的優秀。我回頭諗翻咧，好似好魯莽噶。我參加完嗰個聚會之後咧，我就去買咗個行李篋。我買咗個行李篋之後咧，翻屋企同我媽講，我要走啦。我嗰陣時唔冷靜，唔識諗好多嘢，但我珍貴有主嘅感動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主感動你，你放唔放心呢？主感動得你嘅，佢會負責你到底。主，我該從哪兒起步？從客西馬尼地遠至，我看到門徒在睡覺，你卻在黑夜度。我當你而家係20歲，如果主喺10年之內翻嚟咧，你已經過咗你人生嘅2/3啦。你有冇諗過？你點樣用一個咁緊要嘅時間咧？要警醒禱告喎，弟兄姊妹，免得咧入咗迷惑啦。門徒就冇警醒禱告，不知前面怎樣的羞辱，在眾人面前。我好盼望咧，香港教會有更多弟兄姊妹咧恢復熱情啊！其實咧，教會嘅第一棒咧係好熱情噶，聖靈咧好似舌頭如火焰降響當時禱告嘅弟兄姊妹身上，佢哋被聖靈充滿，跟住有一個好美麗嘅畫面啊！復興，各人賣了田產家業，佢哋嘅熱情咧係可以熱情到咧，各人賣了自己嘅田產家業。教會嘅第一日係熱情嘅，我都好盼望咧，香港有好多弟兄姊妹咧，喺我哋嘅最後一棒咧，都係能夠咧熱情嘅回應。人你是木匠的意志，哪管個驢駒原本有主人，哪管個驢駒原本被繩綁住咗，當主要用它，主就一定能夠用到它。可能有弟兄姊妹你都會覺得咧，你有你嘅主人，有繩將你拴住咗，但係當主要用你，
主能夠解開你，主能夠領你走榮耀嘅一程。Lord, may you untie me. Lord, may you untie me. 主能夠領你解你，最榮耀嘅使用你。我看見那對手拿火把，兵器敵人來了。即係感謝主啊！我經歷到原來真係主要用它就可以即刻 untie。我以前會覺得係某啲弟兄姊妹先會咁樣經歷啫，係洪天哥哥講得好聽嘅。但係原來真係主要用它就係 untie， 驢同埋驢駒子都可以解開。永遠離開，他看不見你。我再一次咧有好強烈嘅感動，將自己人生獻俾佢。我同主講，我條命係你俾嘅，我啲錢係你俾嘅。你要嘅話，你全部可以攞翻去，但求你照顧我爸爸媽媽。我冇兄弟姊妹，但我有你。求你使我爸爸媽媽豐豐足足嘅到見你面。求你使我爸爸媽媽凡事豐豐足足嘅，直到見你面。即係主好奇妙，竟然間係咁樣帶領我哋一家去。我也是你的患難至交，也許人生以後會有危機，受壓的時候，主但一切知會叫我向你越走越近，再沒有一個回頭的原因。即係都諗翻自己翻工有穩定嘅收入啦，物質上好安舒，咁咧衣食無憂嘅，咁咧下一步按住屋企人對我嘅期望咧，就係繼續每日翻工跟住儲錢結婚生仔買樓咁樣。神嘅心意係我人生意義啊嘛。咁究竟我同世人未信人嘅人生咧，其實有咩唔同咧？係有時候我翻工賺錢係我想做嘅嘢咧，定係因為我身邊嘅人都係做緊呢啲嘢咧？咁我覺得我有啲迷惘嘅。拳頭，他們的手掌，他們的鞭無情地落在你身上，原來有人圍觀，有人喝彩，呼喊要你死。我好想最聽主嘅話，我好想將託付、將聖靈同神嘅時間表咧，放喺我要完成嘅清單，即係 to do list 嘅第一位。所以咧，我做咗第一個決定咧，就辭職啦。門徒不在你身旁。今次主好明顯鼓勵我咧，係要好勇敢咁樣同特別係媽媽啦講清楚我想要嘅人生係點樣。咁我好清楚同佢講，我嘅人生意義係傳福音，係帶人信主，唔係每一年都返工穩定收入或者賺錢結婚咁樣。咁
我都即係都屋企人當然有批評嘅，咁咧但係我體會就係我今次我唔再怕辜負人嘅期望，我發現一定會辜負。我好清楚知道咧，我冇可能又想做我阿媽心目中嘅乖女，又想完成神嘅心意。咁我願意付呢個代價咯，係啦。咁咧前面係點樣唔確定啦，但係咧我嘅心好願意放低自己嘅人生規劃，俾神有機會無攔阻咁樣帶領我嘅每一步。受傷，原來我已禁不住眼淚，明白你是愛我，為我捨己。我覺得隨住即係返工呢幾年咧，係即係你喺職場嘅技巧上越嚟越成熟，咁但係咧好似有啲嘢同時你就丟淡咗啦，就係、你唔敢再為主作一啲大事，即係當你得着得越多嘅時候咧，你要捨棄翻一件好困難嘅事情。咁我嗰陣時，我諗到專同我講就係唔好隨住年日咧，俾呢個社會帶走，唔好俾你習慣性嘅工作咧，令到你嘅心麻木咗。要諗翻起曾經大專嘅時候咧，主所託付嘅，你要有翻嗰種嘅衝動。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血流滴滴就像各各他，多次的舉步艱難，多次的腳下不穩，跌倒了被追趕。 97歲嘅嫲嫲啦，我爸爸75歲啦，已經有三高啦。自從我媽媽俾書接走咗之後咧，我喺屋企都有一個重要嘅角色，甚至屋企嘅所有支出使費咧，其實基本上都係我承擔。就工作而言咧，其實我都好有成功感嘅。所有嘅同事對我都好好，我嘅上司亦都好睇得起自己。近年升咗職，學校亦都有計劃要預備我喺短時間內再升職。學校咧都表達咗係需要自己嘅，我嘅收入都令到我自己嘅生活咧係相當舒適同埋有安全感，甚至我能夠可以去供應教會啦。但係咧同埋我都覺得自己係愛主嘅，我有親近主啦，我返齊聚會啦，我有侍奉啦，我有追求啦。即係講笑咁講，我覺得我自己都對得住主啊！無悔走上各各他，到了山上更接近死地。我心裏面我想要尋求主嘅意思咯。唔係要我願意丟棄啲乜嘢，而係我心裏面有個渴慕咧，就係我好想知道主要我要啲乜嘢。我想要主嘅心意。我唔想咧，我有自己任何嘅理由啦、藉口啦，去對主落閘。流情遊一下，除下的穿過你的手腳，冰冷的釘，冰冷的表情，冰冷。我同主講，我就係好想愛到你。我承認咧，工作嘅環境咧令到我好疲累啊。我可以翻齊聚會，但係我好多個晚上我翻到去繼續做到凌晨1、2點。我第二日6點幾起身繼續翻工。我知道我更加冇可能係往後天下去。咁嗰刻咧，我就同主講啦，主又好，咁我決定改變計劃，我再做多1年啦，做多1年我就走噶啦，我連我啲公積金我蝕俾佢就蝕俾佢咯。立在興起就坐中，在呢一刻又在黑暗中，天上地下。嗰晚嘅聚會咧，我喺度喊喎，我喊咧係因為我心裏面我真係好實在，我都肯定同主講我好掙扎，我好作難，因為我係人啊。但係咧同時我好知道咧，我好想愛主啊，所以我就係咁同主講啦。
咁最後係啲乜嘢咧令到我 OK 嘅？咁最後係啲乜嘢咧令到我願意踏出呢一個決定咧？就係最近嘅訊息啊，新聞哥哥教我哋咧要更體會主嘅同在啦。佢話咧喺愛裏面咧沒有懼怕，即係有阿爸同主同我一齊，我怕咩咧？聽晒主話，我絕對係最幸福啊！因為有主用愛咧負責我人生到底。當行喺主嘅心意裏面咧，我知我站喺不敗之地，我冇得輸。我替主快樂，唔係因為咧我離咗職，唔係因為我能夠多一個人可以為佢出愛，而係我覺得主贏得咗我嘅心，佢贏得我嘅信任，我能夠相信咧主係會將最好嘅俾我願意將自己同人生交俾主。弟兄姊妹，你係咪真係想主最愛你咧？你係咪真係想主一定會將最好嘅俾你咧？你夠唔夠膽去好坦誠嘅問主？主啊，你想我點？你想我點我就點。愛就再次向我們